4位記者朋友咧，用大約30秒時間，然後咧就候選人咧有1分半鐘可以利用，咁傳媒朋友咧都會有啲追問嘅。03年咧，社會群情洶湧，要求你用白紙早案作出諮詢嘅時候咧，你就唔肯獨排眾議，當時係咪太過獨行獨斷呢？整個行政會議包括我啦，我哋都認為咧白紙草案其實同藍紙草案冇乜分別，只係多輪諮詢嘅啫。當時咧我哋以為已經有足夠嘅諮詢啦，但事實證明我哋嘅判斷係錯誤嘅。當時嘅政府包括我自己咧係未能夠好好掌握民情。過咗幾年之後，我有新嘅體會，我明白到如果政府今時今日再要推行呢條條例咧，一定要確保市民大眾係完全明白呢條條例係支持嘅，開開心心咁做，有共識先至可以推行。預先都已經係準備咗旗海啊，準備咗海報，亦都準備咗上。咁啊，跟住落嚟咧就已經好快咧就去到第8位嘅候選人出場啦，佢就係葉劉淑儀。1分鐘交俾你啊，葉劉淑儀。各位港島區嘅選民，我想向你哋介紹一首歌，就係 Michael Jackson 嘅 One Day in Your Life。我揀呢首歌，因為呢首歌就係我03年離開香港去機場嗰陣聽嘅。呢首歌嘅歌詞就代表我嘅心情，因為當時我覺得我失敗咗啦，失去咗市民對我嘅愛同埋信任。但係我希望你哋嘅心仍然有我，只要你哋叫我就會翻嚟。4年後我翻嚟啦，我對香港人嘅感情同埋承擔係冇變到嘅。我會一如既往對香港嘅選民不離不棄，竭誠為各位服務。請各位再俾多一次機會我為你哋服務。投4號葉劉淑儀1票，多謝各位。角色明星咧，各種嘅助選方法咧，都施展咗渾身解數嘅。係啊，咁啊經歷過今晚呢2小時嘅辯論啦、對質啦，同埋咧拉票啦，介紹自己啦。Pass 嘅 briefing， 咁麻煩8位候選人請你到。我會呼籲所有嘅支持者都係好好地維持秩序。Are you trying to prevent your image of because of the Article 23 blunder? Well, I chose that song because I thought the lyrics truly represent my feelings. At the time I left Hong Kong, I was listening to that song on the way to the airport.